女士您好，您的房卡，谢谢。影子，咋的了？飞哥，弄到我房间好没有？弄到了，3、2、1，升。莫瑶，你到底到了没有啊？我在这儿呢。喂，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吗？我来见我的偶像，当然打扮的特别一点啦。哎，来，走。随便坐啊，别客气。走。哥，你先休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你们来我房间有什么事吗？我走错房间了。我来找他，我找他俩。我找他仨。我们都是您的粉丝。粉丝？你怎么可以跑到我房间？你知道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吗？我们只是想来找您要个签名，没有别的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珏，网名玉珏。我叫影子，就是我是您的影子那个影子，我是他同学，你给我签帽子上。影子。帮我也签一个吧，我叫飞哥，雨飞的飞，戈壁的戈。姑娘，你呢？我叫莫瑶，你也帮我签一下吧。还有，我是个男的。男的？你们4个以后不可以随便进入到别人的房间。好了，现在没有签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吗？我们走。
到时候我们也能帮他们见到刘华强。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难事儿。我觉得这生意我们应该做。我们一起。要是我们能帮不同的粉丝见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，那就更好了。那我们应该在哪儿来做这个生意呢？走，跟我走。怎么样？这地方不错吧？从我朋友那儿借来的，租金嘛市场价。男朋友女朋友。对了，我们得封一个老大，封一个做主的。夏决，你是36个粉丝会的会长，这件事情又是你提议的，所以以后听你的。不是我吗？我也听你的。那好吧，那我也听你的。好吧，那我们既然成立了偶像猎手俱乐部，就来做一下分工吧。影子，你擅长电子产品，这么聪明，那你以后就负责潜入偶像所在的地方，帮我们探清前路所有的困难。行。莫瑶，你擅长化妆造型，那以后粉丝的造型和伪装都交给你啦。没问题。飞哥，你是学心理学的，那以后俱乐部的人际交通啊，什么交流啊，都交给你啦。没问题。我呢，是好多明星粉丝会的会长，又精通电脑程序。那就做饭。你说。所有的一切呢，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那我就负责整个事件的把控。那我们要不要来个口号？就昨天设计那个是吗？是。来，狩猎偶像。不择手段，鲜好明星，无处不在。耶！哈哈哈。喂，小卷，你吃饭了吗？喂，你说话呀，你在哪儿啊？不说话是吧？在俱乐部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去。Darling，快去吧。哎呀，心疼死我了。就吃这些？你以为我愿意吃地沟油啊？哎，你试试这肉丝儿。雷冷同学，上回你说的那份工作现在还有吗？我现在有时间了。好，明天就来。
坐下。小娟，你没事吧？你脸色看起来不大好呢。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有点头晕。刚才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，休息一下就好。你放心吧，你住在我这儿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我们俩能更好的配合工作，你不要分心，好好专注你的事业。去把我的 iPad 拿来。不去。去啊！你住在我这儿就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什么都别想了。去泡杯咖啡。哦。夏雪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你发烧了，快去房间休息一下。喂，安玲，放我下来。喂。安林，你冰箱里怎么突然这么多吃的？好多还是方便食品，太不健康了吧？哦，我在家吃的比较多嘛，所以东西自然也就多了。平时你不都是在俱乐部做饭给我们吃吗？怎么在家倒吃这些垃圾食品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夏雪小姐，我是蓝天日报的主编助理。我们主编非常认可您的提议，希望您明天和安峰能够一起过来拍摄做采访。好的，几点？是上午9点，但是可能要辛苦一下，会拍到晚上。好的，我们一定准时到。好，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Star Sky 封面人物的电话准备好，明天拍摄吧。哦。那你有整容吗？没有。你现在男性都喜欢找网红，你对网会不会考虑找网红作为女朋友？虽然我周围的朋友都找了网红，但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。你介意女朋友整容吗？不介意。你最想跟哪位导演合作？我最想和孔立大合作。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来吧。庆祝一下。好吧，恭喜你越来越像安峰了。恭喜你。恭喜我什么？恭喜你即将成功打造一个明日巨星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安林，我全心全意的打理你的星途，一心想要把你打造成国际巨星，我有错吗？为什么飞哥、莫阳、影子他们都不支持我？为什么？是我的错。不，你没错，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你就是天生的明星。小娟，你喝多了吧？没有，你就是天生的明星。
我相信你，我没有看错。夏觉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去房间休息吧。我真的没喝多。夏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也在为我弟弟的事情烦恼吧？安林，别这么说。你弟弟的心愿，我们一定会帮他完成的。你不是安林？你是安峰？对，我是安峰。那安林呢？安林呢？安林去哪儿了？你给我告诉我安林去哪儿了！你告诉我安林在哪？他在哪？哥，夏觉来看你了。你怎么了？看着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我饿了，想吃东西。你等着。相隔太遥远，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。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